曾經電力公司系統故障，我去完旅行翻嚟，發覺雪櫃曾經停過電，雪櫃入邊啲嘢壞咗，廚房成個地下都係啲腥臭味嘅溶雪水。但係之後電力公司賠償咗千幾蚊俾我，兼且我 account 入邊嘅賬單都一筆勾銷。曾經又係去完旅行翻嚟，揸車翻屋企嘅途中，俾個醉酒佬撞咗一嘢，夜媽媽要喺嗰個馬路度又要影相又要報警。但係之後我得到嘅總賠償夠我買翻2架車。曾經我被人網絡欺凌，當時我嘅粉絲都唔夠2萬人，一夜之間就冇咗1萬個。但係呢件事令我漸漸唔拍廣東話片，反而得到更加多嘅商機。曾經我被詐騙集團呃晒啲錢，搞到負債。呢件事令我重新去審視自己賺錢同埋投資嘅方向。3年之後，我還晒啲債，兼且財務自由。今日我就要教你2招，點樣令到逆境變順。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要睇，因為冇一個人係可以成世都一帆風順嘅，一定有高有低嘅。第一招，當你身處逆境嘅時候，你諗嘢嘅方向唔好係一個發泄情緒嘅層面出發，你要喺解決問題呢一個層面出發。舉個例，當我發現成個地下都係啲腥臭溶雪水，同埋當我俾人撞咗嘢嘅時候，唔好淨係喺度諗啊，點解我咁唔好彩㗎？啊，點解我去完旅行咁攰，仲要搞咁多嘢啊？而係去諗啊，雪櫃啲嘢壞晒，係唔係可以賠償賠多啲呢？我點樣報上去呢？我點樣證明呢？喺車禍現場可以做啲乜嘢呢？嗰陣時咁夜，我點樣揾目擊者呢？佢撞我，我係咪可以租架靚車去揸住先，又入佢數呢？當你從實際解決問題呢一個方向去諗嘢嘅時候呢，你個人就會變得積極。第二招係喺我最難過嘅時候呢，我係會選擇自己一個默默去承受嘅。我知道好多人都中意打電話俾呢個俾嗰個去呻，但其實呻對件事係冇咩實際幫助嘅，只不過係又一次嘅情緒發泄嘅啫。正如我俾人網絡欺凌同埋俾人詐騙，我都有喺 YouTube 拍片噶嘛。但係你哋睇到嗰條片呢，已經係我自己一個默默經歷咗一段長時間嘅黑暗之後振作起嚟之後拍噶啦。我相信每一個人呢都會有3衰6旺嘅，咁喺行衰運嘅時候呢，其實冇必要去揾呢一個講，揾嗰個講，搞到呢件事再講一次，再令到個負能量加深。我自己通常呢都係會攬住個枕頭默默咁樣流眼淚，然後喊到攰呢就會瞓着咗，瞓醒呢第2朝又係一條好漢。如果你有研究吸引力法則呢樣嘢呢，你會知道瞓覺其實都係一個調頻嘅活動嚟嘅，而一個高頻嘅人呢，往往就係能夠有多啲正能量同埋吸引多啲好事嘅。下一條片我會教你第3招吸引力法則嘅最強心法，係我自創嘅。你識得運用個心法呢，一件唔好嘅事對你帶嚟嘅壞影響呢，你係有能力將佢減到最低。下一條片我會詳細教你，因為今日條片太長啦，依家唔同以前拍 YouTube 啊，而家有時間限制啊。咁今集就留言話俾我知，目前有啲乜嘢你係好想解決。